哦，虔诚的信徒要钻教起来，下迎上帝庙，全天上帝爷公，出行绕境活动。好多信徒都虔诚的。哦，要帮忙扶那个长辈起来。站着有备胎，站着有备胎。神教底下都要绑那个金纸，神教不能直接碰地面。站着有备胎。用旗子把它点，旗子把它点一下就要起来。那随乡人员要注意，那个年纪大了要把他帮忙把他扶起来。注意小朋友的安全。要帮忙扶一下。要帮忙扶一下年纪大的长辈。